请吴讲师慈悲，请道义鞠躬，坤道义鞠躬。讲师好。讲师好。请坐下。建人负责人咱的部门主席，咱的部门咱的领导、组长，各位新人代表，大家下午好。下午好。今天在讲感谢的那个处理啦吼，到这个机会比较练习着如何改新歌，那互较好负责的，这个的歌这个歌卖很多啦。就咱的新光老师吼，特别做爱介绍的是金香马呀，所以咱请各位浅显吼，咱先把这个歌词吼，咱有拍单做伙来看一下。开始啊，时机是双鱼末结年，佛祖来收，赶紧要转去。道的诚心需安慰，毋信乱猜疑。时机到，时机用的到，时机若到，时机若到，善恶爱分开。万请是，万请是，万请是。这空心忧，喊声万请是，我的徒儿未求先天大道回家去，老母娘，咱的老母娘，慈悲为怀，慈悲为怀，万国太平。需着救，需心真着救，都无不明理，到时单转去，分手单独小安慰，是无疑心加假意，只等你，只永远等你回头的时，回头的时。祝甲你做阵。感谢咱各位浅显。那因为咧，伫即首歌，互较伫咧看的时阵，真啊相信讲各位浅显，伫即段三段安尼看，咱内心能够啥？师徒如父子。咱的师尊啊，做即首歌词的时阵啊，咱若爱认真来看，真正会更互咱点仔如父段吼，会当感受着师尊对咱的疼爱吼。咱后续就为了第一段吼，甲做一个共同的研究吼。因为即首歌，当号做苦海献珠塔。拢知影，人世间就是一个苦海吼，伊着仙佛菩萨伊看咱这个人间吼，充满着这生老病死。足侪七情六欲吼，所以讲伊认为咱这人世间就一个苦海。咱拄则咱负责人嘛，做慈悲一个开始，迄个开始的，咱讲吼，咱出生伫这个人世间，一定安怎会造业，会造罪。嘛是因为咱做这罪过错，你看有这真因，所以咱即世人来爱受这后果。所以讲，而且就是师父菩萨，伊知影人世间是一个苦海，所以伊才献珠塔。那所谓珠塔咧，就是要来普渡咱遮苦海的众生吼。好，伫咧第一段开始啦吼，再来讲进一直到三期完结啦吼。当然咧，咱若看黄某分主席的底下就甲咱计算非常清楚啦，为了开天地。一直到新年吼，才整个时势无转。那当然咧，有天有地啊，那当然就需要有人来治
这个世界。那当然，咱当啊一而再而三安尼翻，来人世间啊个对，但是咧，伫这轮回久了咧，就像咱拄仔咱名华讲师所讲的啦吼，咱师尊讲的，咱人拢无意中会有嘛，会愈来愈爱，啊愈来愈舒服吼。咱候选呢的医疗这边啊，甲咱各位前线啊，因为咱讲师尊呢，伊讲只要咱道若是诚心诚意来修咱的话，啊莫去欢喜，莫猜疑，咱定定着咱前辈这拢安尼甲咱开示啊吼。咱的老母娘，咱的神佛菩萨，无爱紧，无爱赢。只要咱一点的心，那迄点的心就是啥？咱的修心，咱的博爱的心，咱的慈悲的心，咱对得精进，吼，这种的心心啊，吼，咱的师尊就安尼讲啊，咱爱有志行，较有法度感动天，咱安尼咧，较会当使着咱的人更加亲，更加灵，有志行的心，咱就袂去分辨，自然而然咧，道。为咱的嘴，为咱的身躯，为咱的行动带动出去。所以讲咧，咱师尊嘛先讲，其实咱每一个道理，这身躯就是一个行动佛堂。只要咱伫咧264中时时记住着咱的心口意，那然后咧，从这个道理带动出来啊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迄人讲诶，咱如果随时拢有一片的公心，一片的精，一片的心，那么咧。绝对伫修持当中咧，一定是成就有望啦吼。后续咧，咱就进入着第2段啦吼。第2段吼，咱的师尊啊，你看一直而且吼，再三来讲万请示吼，甲我第4句做话万请示。然后咧，咱的这个法师就讲，我的祖辈也袂求着西天大道。伊咱知影，即期来如果若无法度得到大道话，那就无法度通得对。所以讲，咱这个老师一再慈悲，求着咱老母娘慈悲为怀，得广开一面吼，希望着所有9六关联会当借为善意好多，都有咱得到，而且拢会当回到老母的身边。第4点后学啊，因为各位前是对这张相片啊，应该做印象，这伫咧 N 年前的已经伫咧网络的那流传啊。那后学吼，当他拍到这的时阵啊，后学感觉是怀疑的，因为既然遮有写得清楚，这个法会是开伫咧印尼，啊，画这张图的人呢是印尼的人，是基督教徒，因为有民风感，啊，所以咧，伊整个法会吼，比如咱即有时间款啊，献分分开，咱边仔咧有咱的迄个法律主，但是边仔旁边仔遮咧，嘛是有咱的一款用关键的推片啦吼。咱好想看到这个时阵，我出大疑问哦。咱各位浅浅咱看旁边面角有无？咱的左上角，咱敢有看到2个足大的莲花，有吼莲花座。伊好想咱买即种的艺术够奇怪，那每一个莲花座拢有神佛菩萨在莲台顶面，啊，那即个莲台，即2个莲台遮尔大，竟然无神佛咧坐。后咧，咱各位浅浅，咱搁看下底后学用荧光笔画，咱有看到无？遮就是咱的师尊甲师表非常慈悲，伊为着咱遮所有道理，你看。向着所有冤天债小遐为拜托伊，莫搁甲咱催逼，互咱每一个道理拢会当去成功了愿。所以讲，伊才真正互咱深深的去感受，咱人伫人世间有这个机会，通去参与修办，但是咧，咱如果若无法度尽心，无迄个毅力，实际去修的话，你看，怎样往对着天本事着。都像美王讲师嘛讲的啦，地藏讲嘛咧讲啊，咱即期是将着天本事着，它会当参与修办。无咧，咱只是一概的凡夫利益，要如何搭帮走的？所以各位浅显，咱做伙加油，好无？好，加油哈！
学的是你的第三段。第三段的话咧，遮就有讲到咱志工老师伊的心足特别的。伊所特别的是安怎？因为咱之前咱的节言性内底就常常安尼讲啦吼。我说例句就常常讲，不因你恩修道。如果咱遮得道的道亲，得道的遮修道主，对着你无法度完全去明了，那变怎如何去修道咧？所以讲，咱志工老师伊伸手担着咱的遮的道理，伊希望咱道理是精进的，是认真去修办的，无虚心假假意。所以讲后壁遮咧，书等你，书永远等你回头时，书会教你做认真。这嘛是咱志工老师伊的节言性吼。老师就安尼讲吼，修道爱如理，唔通着俗。那即世人咧，咱会当来求道修道，是足无简单的代志。你一个人修，有限七组，等你行动将业光。修道爱有坚定的不拔的心，行善功德，并是倒互别人看。修业嘛，莫去计算。所谓做偌济功德，所以讲咧，就是重点，师祖甲咱交代，爱时时刻刻自我反省精进，修道爱有目标、有志向，爱直观了愿，较袂来白走离世间即一场啦吼。所以咱今仔会讲起来底嘛有讲到啦，爱实心忏悔吼。如果伫咧做人的即个过程当中难免有犯错。那犯这个过错的时阵咧，咱对家己爱有一种认错的精神，不只是认错哦，接袂落就爱改错，因为这是咱上大一个修行的目标。那咱今仔日咧，就借由着即段的咱的师尊伊的资讯，然后甲咱各位前贤吼。做一个共同的分享，然后咱即马下晡的时间，咱请咱的前贤阿明吼。